隔夜湯會致癌，老火湯原來好傷身，聽到係咪即刻心都離一離？今集我哋就同大家一齊拆解湯水迷思啦，用科學證據話你知點樣煲湯飲湯先至最健康嘅。大家好，我係 Ryan， 我係一個40歲實現財務自由嘅人，中意閱讀、旅行同埋追求健康生活。呢個頻道會分享理財策略、健康知識以及生活中嘅點滴啟發。如果你都中意呢一類嘅題材嘅內容啦，不妨俾個 like 訂閱我嘅頻道。唔知有冇人同我一樣好中意飲阿媽煲嘅湯水，冇味精可以放心飲。但係最近我喺網上見到，竟然有人話老火湯有害，又有人話隔夜湯致癌，嚇到我個心都跳埋出嚟啊！於是我就認真去揾資料，睇下呢個都市傳說係真定假。今日我就帶大家一齊用科學角度揾出真相。究竟呢啲講法係咪真有其事，定係有啲誤解呢？記得睇到最尾啦。咁首先呢，我哋講下嚇親唔少人嘅都市傳說，就係隔夜湯致癌。呢個講法背後嘅原理通常都係指向一樣嘢，叫做亞硝酸鹽。聽落就好似好邪惡咁。究竟亞硝酸鹽係點嚟嘅呢？其實好多蔬菜本身咧都含有硝酸鹽，呢樣咧係植物生長必須嘅營養素嚟嘅。尤其係葉菜類蔬菜，好似菠菜、白菜呢啲咧，硝酸鹽含量會相對高啲嘅。而我哋平時煲湯咧，尤其係落咗好多蔬菜嗰啲湯，就要特別留意啦。當呢啲湯煮好咗之後，如果你就咁將佢擺喺室溫太耐，又或者個儲存方法唔多妥當，咁湯裏邊本身已經存在嘅細菌就會好似開 party 咁瘋狂滋生。而正正就係呢啲越生越多嘅細菌，佢哋會做一樣嘢，就係將湯裏邊本來由蔬菜度嚟嘅硝酸鹽慢慢轉化成亞硝酸鹽。而呢啲亞硝酸鹽咧，如果喺特定嘅情況下，例如喺我哋胃部嘅酸性環境咧，就有機會再轉化成真正嘅致癌物咧，就係亞硝胺啦。食物安全中心亦都提醒過啦，雖然大家擔心嘅致癌風險同亞硝酸鹽有關，但呢個風險主要係嚟自亞硝酸鹽有機會轉化成亞硝胺，所以真正嘅問題咧，核心咧並唔係湯本身有原罪嘅，真正嘅風險咧其實主要係嚟自不當嘅儲存同埋處理方式咧，導致細菌大量滋生。哇，講到咁恐怖，咁我以後係咪要同湯水講再見？喂，淡定啲。食安中心就話啦，其實只要我哋將飲唔晒嘅湯水盡快降溫，妥善放入雪櫃冷藏。我唔係叫大家將煲滾湯即刻放入雪櫃啦，但係一般嚟講咧，正常一碗湯唔好放室溫超過2個鐘啦。飲之前再徹底翻滾加熱咧，就可以大大抑制細菌生長嘅，致癌風險其實非常之低。講完隔夜湯咧，再講下好多人關心嘅題目啦。老火湯係咪有害呢？究竟係咪十全大補定係糖衣陷阱？講起老火湯咧，佢第一樣最常俾人公審嘅就係嘌呤啦。你諗下，我哋煲老火湯通常都係用豬骨啊、雞腳啊，或者加啲花膠啊、瑤柱呢啲食材，仲要一煲就3-4個鐘，煲到佢哋骨肉分離。喺呢個長時間烹煮嘅過程入邊咧，肉類同海產裏邊嘅嘌呤咧就會大量溶解到湯入邊。好似我阿媽最中意煲嘅節瓜豬骨湯，咁豬骨本身有嘌呤，煲足幾個鐘，成煲湯就變咗嘌呤濃湯。對於本身尿酸已經偏高或者有痛風病史嘅朋友嚟講咧，飲完好大機會加重病情。啲尿酸積聚喺關節，痛起上嚟真係喐都喐唔到。咁所以如果你係呢類朋友，濃郁嘅老火肉湯真係要好小心，少飲為妙。第二個老火湯陷阱咧就係脂肪。好多人覺得老火湯浸油好似好有營養，係精華嚟，但係其實尤其係用豬筒骨連皮雞腱煲出嚟嘅湯，飲佢就等於飲脂肪落肚。好實際咁諗，你用幾斤豬骨去煲湯，煲幾個鐘，啲骨髓油、肉油慢慢逼晒出嚟，全部濃縮喺碗湯度，你日日咁飲，日積月累，呢啲脂肪就好似垃圾咁，慢慢塞住你嘅血管。所以見到好多脂肪，唔好以為係補，最好就撇走佢先飲。第三，唔可以唔提嘅就係鈉含量。老火湯要夠味，好多時我哋都會落唔少鹽。有啲重口味嘅朋友仲可能覺得唔夠鹹，點叫湯啊？不如飲水啦。有時為咗提鮮，仲會加啲金華火腿、鹹瘦肉或者加工嘅濃湯寶。例如煲個菜乾鹹豬骨湯，鹹豬骨本身已經用鹽醃過啦，鈉含量非常高，你再落鹽調味，成煲湯嘅鈉含量就輕易超標。
我哋身體每日需要嘅鈉其實好有限啊，飲1-2碗咁嘅湯，隨時已經食咗1日，建議攝取量嘅1半甚至更多。長期攝取過多鈉，血壓就會跟住上升，對腎臟亦係一個負擔。最後，關於營養流失，呢個係營養學上一個好基本嘅概念嘅，好多學術研究同營養學教科書咧都有提及。維他命 B 群同維他命 C 咧，呢類水溶性維他命咧係非常唔耐熱嘅。想象下咧，你煲個蘋果雪梨瘦肉湯咧，本來咧蘋果雪梨都有啲維他命 C 嘅，但係經過幾個鐘煲煮，呢啲維他命好大可能已經被熱力破壞得七七八八。雖然湯可能好清甜，但係你期望從水果中攝取到嘅呢啲維他命咧，效果就大打折扣啦。咁癌症病人係咪唔好飲老火湯呢？根據香港防癌會提供嘅飲食營養指引，正喺接受治療或者康復中嘅癌症病人，充足嘅營養非常重要。而湯水可以扮演重嘅角色，只係需要留意一啲重點。老火湯雖然蘊含住家人嘅關懷，但係由於大部分營養素其實主要保存喺湯渣入邊。如果癌症病人只飲湯而唔食湯渣，其實並冇攝取到足夠嘅營養。所建議盡量連湯渣一齊食，或者考慮製作羹類濃湯，並可以喺湯中加入營養配方或者蛋白粉，確保病人能夠攝取到足夠嘅營養。總括嚟講咧，湯水可以作為癌症病人飲食嘅一個組成部分，但要根據病人嘅身體狀況、治療情況同埋具體嘅營養需求嚟調整。均衡飲食仍然係最重要。湯水可以喺呢個基礎上面提供額外嘅支持或者緩解症狀。講到呢度，我覺得大家唔需要因為呢啲傳說而完全唔飲湯，凡事都係適可而止。你又鍾唔鍾意飲湯？有冇靚湯推介？不妨留言分享下。今集節目係 Ryan 我嘅第一次，嚟緊我都會繼續分享多啲健康同養生貼士，因為健康就係財富，冇咗健康，就算你已經財務自由，生活品質肯定都會大打折扣。Ryan 有位朋友就係咁鍾意大魚大肉，肚腩超大。試過一次幾個朋友去旅行，佢成日話要坐低食嘢，或者至少飲杯嘢。我哋仲話佢點解咁為食？後尾佢講返，原來玩咗1-2日，佢膝頭哥已經痛嘅，因為體重太高，平時又少運動。之後我哋再約去旅行，佢已經話唔去啦，唔想阻住行程。錢佢有嘅，但係連旅行都去唔到，你話係咪好可惜呢？如果覺得呢條影片幫到你，或者想學識更多健康飲食同生活嘅 tips， 記得快啲訂閱我哋個頻道，俾個 like 同埋撳埋隔離個小鈴鐺，咁就唔會錯過我哋任何最新最實用嘅健康資訊啦。你仲可以喺下邊留言講下你對湯水有咩睇法或者問題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